发出来的是哪个国家？这个就是俄罗斯，因为这个在这个经文上面，他就说那个就是一个国家从北方发出来呀，要领导这地呀。那现在就是看到他现在进攻击乌克兰，这个都没有什么办法，已经阻挡不了啊！这个谁要知道的？我给你说一个答案，不是人类。要知道这个情况不是人类，你要想通了。我们来读一下那个以赛亚书第14章。以赛亚书第14章，我们就是从第12节开始阅读吧。你要认真听一下，以赛亚书第14章，米亮的这心的早晨的枝子呀，你和金从天坠落。这个就是那个米亮的话，这个米亮就是知心的话，从下面摔到这个地的话，那它是从天坠落的话，你这是公败列国的，就是这个公败列国的话，它是从上面坠落的在这个地上，然后他去哪里啊？那个圣经怎么说？他是要做什么事了？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米亮的这心的话，这个不是人类啊，因为这个像这边说的就是那个外星人，你们在外国那里都已经了解这个外星人的话，那这个就是让你们可以明白的话，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中的心的以上，就这个就是以为外星人的想要向上帝，我请你们那个，就是向那个上帝要发生的冲突的话，因为他要我要坐在机会的身上，在北方的基础这边那个上帝的话，就是这个外星人的话，就是那个魔鬼，背叛的魔鬼，他想要跟那个至高的上帝然后他要住在那里，他要在北方的基础，就是这些外星人的话，就从那个要坠落在地上的话，然后他们要在北方的基础那里，就是去那个耶路撒冷，要住在耶路撒冷那里。你们都已经学过了，从那个以色列的话，以色列的北方就是耶路撒。你怎么确认的话，这个就是耶路撒，我们的教导就在这里，但是我们慢慢的给你解释。然后我要升到高云的之上，他就是要几乎在那个北方的基础，那我们这个就是那这个全世界的聚会都要改成到哪里？因为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就是有难过理解的话，你读那个耶路撒的，所有的全世界都是通不了。我给你在耶路撒的脑子里是在告诉你，哪里的知道不是人类。我们就是照着教吧，你别说是那个，就是那个那个最发达的国家就是那个美国人的，但是他们现在还是不叫他们要动作的话，因为都是通过那个副业法和武术的，不叫他们要动作。可是现在已经主动不了，你说那个就是那个核轰炸要爆炸了吧？要爆炸，那你这个一定要爆炸。那你说你要把这个很轰炸的话，就是你要爆炸的话，我不是这么说啊，这个一定要爆炸，但是不是一个，要许多。我要升到高云的之上，我要与之上的同等。他就像那个
像那个上帝要相比的话，他就是想跟那个上帝要斗争的话，他不是人类。那因为你想那个创造的要攻打的话，他就是他不是人类。他就是你一直说，所以为了这个我就说，他要去那个北方的基础，他住在北方呢，你怎么跟那个耶稣相比的话，这个我所说的那个美国总统的、就法国总统的、俄罗斯总统的、中国总统的，都了解、都知道我所说的，也都知道在上面有一个权利啊，就是人类害怕。但是他们的害怕就是那个说，但是那个创造那个说他们不怕，就是你们认为你们那个方人的话真的是太搞笑了，因为你们应当害怕就是那个所创造那个说，因为他是有所创造的话，那就是要去全能的，就是要那就是那个创造他。那你们怕的就是那个外星人的话，就是教你们那个怎么控制那个飞碟，这个你们就怕他。但是你们应该要怕的就是那个上帝要创造他，你们应该要害怕的就是那个上帝啊，因为他说我不爱犯罪啊，那你们就是非常讨厌这句话的话，就是。那你说你可能说你这个话是不对呀？你别胡说吧，因为你不要胡说吧，因为这个疯人的话，如果我所说的教导是错的话，那个美国人就不会看说那个以色列那里，你跟那个美国人不会厉害呀，比那个美国不厉害呀，而你跟那个法国总统的比那个法国总统你不是厉害。假如说我们关于那个美国人的那个法国人的话，他们都跟着那个上帝的，就是我所传播那个上帝的，他们都听他的话，所以这个教导都是要知道那个要命令给俄罗斯的，你必须要做你想做的事情，因为是活到，而你要保守的时间要到，你那个艺术，你这个艺术，要无说的，但是你怎么说？我们在阅读一下其他的话语，你怎么说？他就是那个艺术的话，你就是100%确认的。我们在耶利米书。我都把这些经文的然后你们的要看一下，你从这里开始，我们都看到就是要看说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关于那个看说以色列的，我们都看到不到1个月都看到。我也给你讲了，这个语言必须要承认了，你不可以阻挡的话。不可以阻挡，因为那知道给美国人的话，给命令的，给美国人的，给命令给法国人的，他说这个语言必须要承认了，你又看见了，就是这个也无说这个教导是没有任何人的权利能阻挡，这个就是那个真正的上帝说你不爱他，所以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能攻打他。因为我们都能看见这个情况，这个一路是都是听到这个话，就听到这个就是到了非常惊讶。耶利米书第6章耶利米书22节，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有一个众民的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别激动的从地极来到，这个就是从地极来，我们这边说的就从地极来到，那这个就是这个一个国家的话，就从北方而来的话，
那他就从地级来到。如果我们从那个以色列的地位那里看到那个北方的话，我们都看到那个俄罗斯，他在跟那个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矛盾了，发生的矛盾的话，这个上帝的教导、上帝的话语都成真了。你没有什么在抗拒的话，根据我们刚才给你传播那个上帝的教导啊。如果我们在耶利米书第46、20节，我都把这个经文都给你看了，然后你相同的话，就是你没有像这个上帝要相比的话，我们翻译无说的名字来阅读一下。啊，稍等一下。50，耶利米书第50章。不好意思，耶利米书第50章41节到42节，我们要阅读一下这个耶利米的所说的，在耶利米书第50章。41到42节，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那个从那个灾祸是从北方发出来的。看呐，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比略一大国和许多的君王别激动，从地级来到。他们那个攻后强，辛勤的、残忍的，不舍怜悯的。他的声音像海浪呼，巴比伦的城为作女者，他们的骑马多摆队伍的上要攻击你啊！这个巴比伦的话就是那个在这个地球上的恶人的，你要预备。从北方发出来的是辛勤的，是残忍的，不舍怜悯的，他们的声音的像海浪。那这些情况的话，对你来说就是说那个灾祸的要发生的灾祸，在这个地上的发生的灾祸，就是从北方要攻击地球啊。我们在结束了之后，就是要教你相同的话，就是那个上帝教他们要看守以色列的，像牧人的看守养豚的一样，那就是那个美国人、那个法国人都是要看守他们，不让那个伊朗国家来攻打他。这个上帝啊，就是这个上帝要下命令的，这个不可以中断的话，然后这个北约那个美国那个和北约都要收到命令的话，要把他们收回去在他们的本地。那这个上帝现在就说，他说是在模糊的日子，耶路撒来攻打你们，也是这个上帝是这样宣布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这个是在哪里有这个关于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那个一次结束的话，如果你受上月上经的话，你可以读。我们通过这个经文的话，就是能看到那个就是这个耶路撒的话，要知道那些国家。那个包括那个非洲，这个语言都是从2003年开始啊，在马达加斯加人的话都早就听说过这个语言的话，在马达加斯加经教导过，通过那个电视台、广播电台。当时就是我们在这个马达加斯加，在那个塔纳纳利佛布伊扎贝，因为在这里有那个广播电台，有那个电视台。就是要无刷的电视台，就是要无刷 TV， 就是当时啊，就是在2003年的已经有发出这个语言的话，就是当时那个耶路撒在这个2003年的话是刚刚被拆掉了，然后他就在那个他原来那个总统过着拆，他就被拆掉了，然后就说没什么权利啊。当时那个耶路撒在那个他亡国的时候啊。因为他是被那个北约
边缘都拆掉了。那为了这个就引起很多问题，因为他们被拆掉的时候，他们就要想个办法把这个乌克兰的要进入那个边缘。那我们现在不说这个，但是我们下次课的话要说这个话题。当时那个我在那个他在这个俄罗斯在软弱的时候，应该没有人能想到。那就是像那个一说，就是像那个狮子，它就是要不动的，但是它你要摸它的时候，它就把你吃掉了，它就是要装死了，因为它是个艺术，不能与它开玩笑。我给你已经说过了，哪里住的不是人类啊？因为这个联合国都要改成在那个俄罗斯那里啊。你别说是美国，你别想是美国人的要强过。那第二个义务的话，就是要美国人的要得到重赏，美国要得到重赏。那你说什么来？你说什么？那我给你说的都是真相的。这个你不管怎么样，这个必须要发生的。因为美国人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受到命令的，就我给你传播这个父亲的哑巴，有给他命令的，要看守他们。那就是你有相同的话，因为这个语言必须要承认的，就是那个俄罗斯都已经发出来。你以为美国人现在不会跟那个俄罗斯要攻打？你们就是要说这个，但是他们不会，他没有资格给你俄罗斯要攻打。你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心里很清楚。那一世纪书第38章第1节，就是我们就是然后我们在结束了之后先读一下这个不是个谣言的，也不是谣言的，都是实话的。我们看到那个情况，因为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地球上的最狡猾的国家就是俄罗斯人的。最强的国家就是俄罗斯，但是最狡猾，你们都，所以我要教你们，请你们要认真听我这边的教导，你们就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在一世纪书第38章第1节，因为这个就是那个美国人那个法国人的，他们呢有些。我给你讲那个比喻，他们就是越来越软弱的，这个是个命令的，你们就动不了。这个就是个命令的，就是那个教导的主，来自教导的主，你们都要越来越软弱的，因为那只手必须要发出来的，这个就是那个创造天地的命令的，这就是叫做父亲也把。和要无说他的儿子，然后要无说拆成他的儿子，就是现在你们所看见的。一世纪书第38章第1节，我们从第1节开始到第7节，然后再读那个15节到16节。我们这个读完之后就结束了。一世纪书第38章，亚巴的话领导我说。人子呀，你要面向马哥地的哥哥，就是舍罗士米舍的图巴的王，发语言攻击他，就是那个俄罗斯，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哥哥，就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从前的皇帝马哥的哥，就是舍罗的舍米舍的图巴的王。这个马哥的话就是那个俄罗斯的祖先的，这个就是我要教导你们，就是我们要就是我们要说到这个主题的话，我要把这一切都教导一样。说主也把如此说，罗舍米舍图巴的王哥哥我与你为敌，就是图巴的王发语言的攻击他。第4节，
我必用果子裹住你的腮颊。因为他要用这个果子的话，因为他不想发出来的，他不要想出来的话，因为他不想工资的话，因为我跟你说，这个俄罗斯是一个最狡猾的一个国家，因为他不想工资公道的话，他就被摘掉了。不是美国人把他们摘掉的话，但是他时间、他时刻、他时候到了，他只要出来的话，他一出来的话，他的时候就出来，所以他就磨磨唧唧的。我给你讲，那个俄罗斯的武器就是非常厉害，他就是跟那个外星人的合作。你说这个是对不对啊？你要可以去那里，但是我恐怕你回不来，你可能别死在那里。我必用果子裹住你的腮颊，挑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他必须要出来，不要再磨磨唧唧啊，因为模糊要到。可是啊，一定要安排。他必须要发出来的，将你和你的军兵的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腿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的。这个就是俄罗斯从北方发出来，波斯人的。你都能看到谁是哪个国家跟那个俄罗斯的盟国，这个是2003年的预言的。现在谁跟他在合作，就是伊朗。我们2003年的已经是教过这个，那现在谁在报说这个伊朗？他说，如果有人在想攻击伊朗的话，我们就在他身边。就像美国人的话说，如果在想攻击以色列的话，我们正在以色列的身边。那这个就表示两个强国家将发生的冲突，因为你所做的都是按照那个父亲亚巴的旨意，你没有什么权利，你权柄都是属于他，没有任何人的权利能攻击他。耶路斯必须要发出来的，因为他已经被安排要攻击以色列的，你所有的人都必须在这个城里想要跪拜，要跪下来了。那就是那个父亲亚巴和亚乌沙所传播的故事人的。我们都看到那个俄塞比亚跟俄罗斯的都他们在合作，我们都能看得到。现在假如说我们看到那些所有的非洲人的跟那个俄罗斯人的。这个教导都从2003年的预言的，要跟那个非洲人你要发展起来吧。从那个就是就是那个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就是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我们别挤压的，就是那个非洲人那个南非要发展起来，让我们看到那些非洲国家都跟着俄罗斯、俄塞比亚、黎巴嫩，就俄塞比亚那个黎巴嫩，就是在那个可以说是在那个非洲的一个强国家之一。都是那些所有的国家都已经跟着俄罗斯那里，为了这个，就是那些非洲国家，就是那个伊布拉欣那个要跟着俄罗斯，伊布拉欣他为就是要跟着俄罗斯，不需要再跟那个西方国家。这个是在马达加斯加，在那个通过这个 SFF 广播电台2003年的预言的。在那个电视台，在 SFF 电视台，这个马达加斯加的民众的都可以为了这个证明出来。我们都看到那个非洲人都跟着他，我们看到那个就是那个法国人都在跟着那些
给在非洲那边都在进行的，有些其他的国家都已经不喜欢再跟着那个美国人的法国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上帝的道就是所这个西家都已经进行的，连那个阿拉伯。我们看到那个就是那个关于那个石油的问题，就是那个美国人想跟他们合作的话，去那个阿拉伯都不会他们的要求。这些我们这个新闻都我们都能看到啊。那你要说是要我说的大使西家所说的还是错嘛？这都是2003年开始啊，在马达加斯加人都能听说过，你们在外国那里现在才能听到啊。因为这个话都成真了，这个语言都成真了。你们看到那个非洲人，他们就已经离开欧洲人的欧洲离开欧洲，这都是上帝的教导，都成真的。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这都是上帝的教导。那些非洲人都不想再跟着那个美国人的欧洲人的，你还有说什么？因为就是像这个语言的成真的话，那必须一路是要发生起来，这个不会再停下来的，但不再停下来，要知道所谓的语言都应验了。我们在那个第15节那里这个读完之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看到那个非洲人的伊朗，那个阿拉伯都跟着他，在第15节到，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读完之后就结束了。这个就是要说在从北方的基础那里，就是那个耶路撒冷。那一次结束第38章第15节，你必从本地。从北方接触，率领许多的国民的民来啊！这个从北方的话，就是耶路撒冷。如果我们从那个耶路撒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定位的话，想知道那个北方的话，就是耶路撒，那就是那个各个的耶路撒王，这个各个就是耶路撒的王，他是来控制这个全世界。你美国人你要预备好，你法国人的。你必须在他面前要跪下来了，那不是那个中国人的要控制耶路撒的，反而那个耶路撒要控制中国人的。所以你们不知道这个事啊，但是那些总统的有些在他们当中的有些是能知道这个情况的，是为了那个荣华富贵呀，他们就不说这个，因为这个话都是真的。你是从北方接触率领的许多的国民来，有许多的国都跟着耶路撒，你别说是少国家跟着他，所有的国家都要跟着耶路撒，命令的已经宣布出来，这个是至高的上帝的命令的，因为他已经说过了，他说你们要看守，要牧人好像看守羊群的，那就是那个美国人那个法国人对看守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按照他所说的话要应验了。这个预言都是已经2003年的时候发出，已经宣布了。所以这个到最后，因为这个父亲亚耶发的命令必须要成真了。有许多的公民来，第16节，哥哥，你必须来攻击我的以色列。入民的用整个的地面的，就是像那个亚述人的、波斯人的、希律人的，就是要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幕后的日子，就是那个耶路撒在幕后的日子来攻击以色列的，所以他现在不可以动到，不可以要当到那个耶路撒要攻击他的话。
攻击他。当到那个俄罗斯要发展起来的时候，要攻击他的时候，那你美国人的你要准备，你必须要离开了，必须离开。你在帮不了什么忙，你必须在以色列的，你必须要离开。我们就接着讲下去吧。他就是你必上来攻击我的以色列的如密云的整个的地面。那这个情况要发生的时候，就是他就是来攻击这个，因为他要把那个身份的耶稣发出来的话，那就是只要他要当他的路的话，他就把所有的再拆掉，在幕后的日子，他就要攻击以色列的。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就是那个上帝的教导，就说幕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那就是那些美国人就管不了那个以色列的，不管怎么样，他们必须要离开。那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打我在外邦人的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这个就是那个上帝的父耶和华通过他的大的亲弟弟，他的亲弟就是要我说的弟弟。西迪他的名字叫西迪，要给他开路。今天的教导就到这里就是要给你说，没有任何人的要攻击那这把耶路撒就是各个耶路撒王智慧就是你要逃生吧，因为他是不是怜悯的话要攻击你。你要看一下他怎么攻击那个乌克兰，因为这个乌克兰就是按照那个故事的话，他就是一个当爷爷。却他要把他要杀掉了，他是不是怜悯的，他没有考虑别的事情，他不说是他没有想我们是一家人的，他不顾一切。就是聪明的人间或者藏起来，愚蠢的人往前受害。我希望你就是要认真听这个教导，你要继续听这个教导，你要听从这边的教导。你幕后的日子已经到了，你要用那个数字要说一下，已经过去了很多，在你的手上就已经很少。那只手已经要发生，就不多的日子，在用你的手的话，已经没有他要发生出来的，不会再被阻挡的。现在希望你要想通了，要看到真正的真相，就是所给你的教导，就是没有像上帝相比的话，为了这个就是要我说的大设计的，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的上帝能击败他，没有任何人的创物的他的名字跟他相比，他的名字就是父亲耶和华，他的亲爱的就是要我说他所差来在你们这里就是西家。我希望要说把用你们能听到这个话，就是让你们的要转过来，赶快拯救你的灵魂。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父呀呀哇，非常感谢你，多亏你的善良和恩典了，你给我们这个非常好的教导，为了带个拯救，为了教所有的人的要教你人，你到底是谁？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在那个时候，你是住在天上天的上帝，你是要无说的上帝，也是自家的上帝，时刻到了，为了把真相要教导所有的人的，还是活到了把你那个天上天的能量
形式给他们看了，为了把荣耀归给你，就是为了应验你的话，说是我的荣耀不由给加上帝，你的名就是亚法，就是你有说，你有宣布，没有人有资格能阻挡的话，你的名就是亚法，请把有这个教导放定了的话，这个教导的给他们一个好处，能叫他们转过来到那个真相。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尽爱的父亚法荣耀归于你，尽把有这一切的教导，为了给他们一个好处恩典的拯救他们的灵魂，荣耀归于你的。我奉耶和华的名字做了这个祷告，哈利路亚，阿门。那我们的教导就到这里，我希望你们的耶和华祝福你们。我们在下一课再见。